主后2025年4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开喙吼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19章28节到48节。讲这话了后，耶稣行做前，上耶路撒冷。伊特别到橄榄山山骹的毕发期甲毕大尼的时，找2个门徒，吩咐因讲：恁去对面的庄舍，入去的时会看到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，伏伫遐，恁甲伊偷开，牵来食。若有人讲：恁是安怎得偷驴仔囝？恁就讲：主要用伊。因就去，所拄着的代志，逐项甲耶稣所讲的相款。因得偷迄只驴仔囝的时，主人问因讲：恁是安怎得偷即只驴仔囝？因应讲：主要用伊。因就牵迄只驴仔囝来耶稣遐，将家己的外衫铺伫驴仔顶，甲耶稣扶起哩骑。耶稣骑驴仔囝进前行的时，众人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面，甲伊欢迎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，要到橄榄山的所在，规大阵的门徒，因为看到一切奇妙的事，就拢欢喜，大声学了上帝讲：奉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受称赞，愿天顶有和平，荣光归乎至悬的上帝。众人中间有几若个法利赛派的人，甲耶稣讲：老师着责备你的门徒。耶稣应讲：我甲恁讲，因若恬恬，这石头嘛会大声发出来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城，就为着城哀哭，讲：我实在真爱你今仔日在安怎才会行往和平。毋过这个事现在对你牵地，互你看袂到，因为日子特别到，迄时你的对敌会伫你的周围做土堆包围，对四面甲你攻击，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，无留2块石相塔，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。耶稣入去圣殿，就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。伊甲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。耶稣逐日伫圣殿教示人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人民的头人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，毋过找无法度，因为众人拢真注意伫听伊的话。开喙吼叫。伫教会踮久，通发现一个趣味的现象：对信仰追求的热心，甲信主的时间的长短无直接关系，也袂成做正比。事实上，信主哪久的人，未必会哪热心服侍。有时阵，因反倒转诚侪教会成长的阻碍，也是新朋友信主的绊脚石，拄亲像即段经文中的法利赛人共款。耶稣骑驴仔入城的时，看到军队伊的人群甲法利赛人之间明显的对比。遐个欢迎耶稣入城的人认出伊的特殊身份，迄阵宗教领袖却袂当明白，这就是救恩来临的时刻。
路加福音19章389、39节记载，众人宣认耶稣做主和王。法利赛人却简单称耶稣做老师，可见因一直毋愿承认耶稣拥有的独特权柄。面对这种情形，耶稣对法利赛人讲：“我甲恁讲，你若惦惦，这石头嘛会大声发出来。”意思是，上帝子民若惦惦毋出声，其他受造物也要开喙称颂耶稣的名。这句话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意涵：假使上帝的子民毋恭迎伊的王入城，连石头也要发声宣告特别来临的审判。这阵轻读旧约律法和研究先知书的宗教领袖，过去侪遍看到耶稣行神迹，此时即刻也看到众人发声欢迎耶稣入城，就亲像在迎接君王。总是因的心也是公义，搁无药通救，得甲耶稣为耶路撒冷将来特别沦陷哀伤。你则读台南实验院的时，礼拜堂学生座位是照年级安排的，低年级坐1楼头前，上悬年级坐伫2楼。有一年毕业班的学长者演一出戏，就此改变座位顺序。这出戏的内容大致是：拄搭入学的1年级生，拢真热心参加学校活动，和认真追求神学知识。但是对着年级哪悬，伫学校所受的神学训练，和对圣经的批判法，学着哪侪，对信仰的热情和听主的心，却渐渐减退。戏剧一开始，主角身上背的十字架真大支，当伊渐渐行远台前，十字架却哪来哪细支，甚至离上帝哪来哪远。戏剧结束了后，学校老师认为这出戏真有意义。新学期开始，就将座位重新调整，改做哪悬年级坐哪头前。总是毋管座位安怎改，值得反思的是，咱是毋是信主哪久，反倒转离上帝也哪远咧？对法利赛人和门徒的对比，以及耶稣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受审判哀伤，互咱进一步思考：到底咱要成做安怎样的人？是甲法利赛人共款，家己毋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也毋愿意别人得到，甚至阻止别人称颂主的人？或者是看见主的救恩就完全相信，佮将一切荣耀归乎主，大声称颂主的人咧？默想，伫信仰的路上，我是要行远受审判的路，互主哀伤，还是开喙大声欢呼称颂主，互主欢喜咧？伫信仰的路上，我是要行远受审判的路，互主哀伤，或者是开喙大声欢呼称颂主，互主欢喜咧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和众门徒共款诚侪开喙大声欢迎你，将荣耀归乎至高上帝的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